Hello，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要同你哋分享嘅故事叫做《貪吃的安安》，作者江李志豪，出版社青田教育中心。呢個故事係關於安安喺屋企食咗好多嘢啊！不如我哋一齊嚟睇下佢食咗啲乜嘢啊！花生、糖果、餅乾、水果、薯片、汽水。哎呀，安安佢肚仔痛啊！相信聰明嘅小朋友，你哋睇完貪吃的安安呢個故事，都會知道點解安安會肚仔痛。原來貪吃會令到我哋個肚仔覺得唔舒服㗎。咁係因為食物太多，個肚仔咧會受唔住。當肚痛嘅時候，我哋會覺得唔舒服，甚至冇辦法專心去玩同埋學習。另外，食得太多糖果同埋薯片，會令到我哋嘅牙齒變得唔健康，好容易有蛀牙㗎。蛀牙會令到牙齒疼痛，需要去睇牙醫㗎。所以小朋友，我哋應該要少食一啲唔健康嘅食物，多啲食蔬菜、水果同埋全穀物，咁樣先可以令到我哋嘅身體變得更加健康，肚仔冇咁容易痛，亦都可以更加快樂去玩同埋學習㗎。希望你哋都可以養成健康嘅飲食習慣啦。